做工趁钱啊，啊去茶茶咯，啊去撸鞋啊咯。淡水到迄南边看的啊，阮也捌去撸着呢。国小2、3年级的时候，我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妈妈带便当回来。你有鸡腿啊？对，鸡腿个卤卵。妈妈，感谢你，我爱你，真正。谢妈妈。感谢妈妈，感谢周家，我这周我食油啊，拢会买来阮食啊。终于真是辛苦哎。我高中那一年，他在北斗嘛，在北斗阮在亲戚呀打工嘛，因为我从高中到官校那4年，对啊，差不多拢可以。算3个孙啊，拢细汉，我甲伊摇大汉，我摇大汉了，拢甲我拢讲台语啦。感谢婆婆，我们一起住了20几年哦。妈，谢谢。感谢阮妈甲阮阿嬷吼，甲我请用今年33岁嘛，所以算请用33年。国店啊，头摕零用钱啊，头摕零钱用卡，伊咪嚟开地咯，真正啊！甲老母钱变做我钱咧。伊无做工地过啦，我有啊。哪会无？伊做工地过。后厝出来学啥嘛，是去大工地啊，学啥啊？学啥啊？一天我大就去15楼的厝尾顶安尼伫遐去的嘛。我这拿3、4个囡仔拢阮老母带大汉的，妈妈辛苦了，妈妈最辛苦。我刚才说是什么？我什么我知呀？不要讲话。我妈我们从小啊，她就是因为我们有5个兄弟姐妹啊，然后她是从小拉拔我们长大。因为大汉啊你啦，我要讲话啦，可能就只有生你吧。啊不，我说太多不能播的。拜拜。我今日排骨咧大汉咧哦，排咧最近佢排3底人咁寒咧，反而嗰個在小只大家就講阿嫂啊，你怎做迄咯？唔通做我唔通，就咁樣也要嘅。我已經做了好幾年。这是要甲讲起。哦，我就講啊你，我這世人對你有好，好我唔捌玩機。哦，真好哦。我唔捌會玩機。我爸會煮菜，我大部分都他煮誒。媽媽感謝你。你嗱，佢哋講阿姨，增加人唔乜。愛講出來，你知你才會知影。哦，咱唔知，會啦會知啦，所以阮最講真奇怪。我別種啊，拖刀啦，長啊，你我別種。邊咧？邊？袂歹啦，是讲咱也是真感恩啦。感谢啦，阿姨环境袂歹，真好。有影同一个家有影真辛苦，做最工课呢，煮3顿啦，搁爱铲的啦，搁款厝来啦。伊哦，伊是食关心哦，囡大呢食关心哦，伊要传食什么菜爱有机的咯，什么会较好的咯，伊拢会要去用来互你食。我规件是安尼，囡仔若看我，咱大人就看我。囡仔若感觉讲啊，因都无啥物成就，咱做事总会做功夫。我的心理啦，别人唔知我的心理。辛苦啊！心理。到这1年，大概2年没有办法自理生活，难过到没有办法自理生活。本来是女强人，伊嘛算讲早啦，哦，嘛无享受到啦。你甲阮老爸甲阮艰苦。他艰苦一世人上大的辛苦，就是甲阮5个小大。我辛苦到也搁咧活，算我变辛苦，啊我也搁咧活，啊伊走，长得也很想跟。爸爸妈妈刚好最严格。还好 ，OK。查某囝出嫁的时阵，迄天敢有流目屎？有啦，加减啦，无爱无。咁啊，饲到遐大汉啊，才送人，真正么饲查某囝拢送人。多谢，好，谢谢爸爸妈妈。我感谢迄个嫁我哦，搞死3囝，会真乖，孙仔嘛乖啦。我上介欢喜的就是我有这3个囝。
上介意欢喜的就是我这个大汉囝，自伊会捌代志了后，就拢唔免我操烦。因为阮爸爸妈妈因是做土水的，所以阮细汉的时阵，因着透早就爱出门甲暗时照倒。我今仔有法度有抓物件，嘛是爸爸妈妈自较早因辛苦，哦啊，咱看有，所以咱嘛知影勤俭，哦啊，才有今仔日。妈妈你辛苦了，啊，我爱你。较早卖了古意，较早卖大力幼稚园卖了实验。带伊讲，你讲我目屎。我忍住了啦，但是讲新娘要看水生，讲要甲妈妈、爸爸买咧，我讲买你莫甲用去招，去招了我逐次哭。查囝要嫁爱破水的无？我两个查囝，你要嫁时我无破水，莫互我查囝压力。哦，阮大姊吼，我会甲阮阿母，伊若啥毋敢甲阮阿母讲，啊伊会甲我讲，啊我会知。我还都跟老母啊讲，我妈妈临走之前还是会练，讲伊一讲家上介亏欠的，就是迄个就袂晓讲，庄脚囡仔较袂晓讲迄。妈妈我爱你。妈妈细汉时真正疼你。哦，我要拍死了。阮较严啦，对孙甲干仔孙伊就袂哦。阮老母拢咧做工兄。我真早就拢做工，啊嘛就白。大计哦，几站啦？10几站的啦，20站的啦。20站。系啊，啊台北的哪有咧制度？我台北只走透透呢。好，我再请你食。有啦，阮妈妈是真辛苦。嫁老公可以啦，啊，阮已经满50年的翁仔某咯。我带伊是看到伊讲你对面咧做菜吼。啊，伊讲，这个不错吼，把它起来当媳妇嘛，我讲好唔啦。啊，无讲读书啊，带我嘛好啊，吼，啊，就知影带阮太太。阿妈无爽快就爱整啊，啊妈妈一嘴一嘴来饲饭啊，啊那种看在内心，那刚才讲带完后幸福，我们也会跟她学习。哎呀，妈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妈妈。我是山。江山永远笑我。差不多3岁时阵吼，阮爸爸就离去啊啦，啊，所以一路上吼就是安尼甲阮请用起来，交册钱吼交袂出来啦，啊，家己迄个当作是结婚的金仔嘛是摕去卖掉，请用阮姐姐参歌吼，啊两个。您大学顺利毕业，非常的感谢我妈妈。回来，他就是准备很多的水果，或者是他觉得好吃的东西，他就会包成一包，然后就带我们带回去。这真的是很大一包，所以每次提回就觉得哦，好重，沉重的爱。怕我吃不饱啊，穿不暖，也是很感谢阿嬷。她真的是为我们家真的是劳心劳力，真的很辛苦。我妈妈为了我们要有饭吃，她去那边淹水了以后，地瓜会浮上水面。到冬天的时候，我们要打赤脚去捡那个地瓜回来吃。我们都会拿。我讲袂了，我难过。讲袂了，莫讲啊！我要叫我妈妈去工作的时候，去麦寮工作的时候，我在后面追，就一直叫妈妈，因为我那时候也很小。有一次我记得我妹妹。骑着脚踏车，他要去采摘布袋米回来，剁一剁给鸭子吃。因为我们也是时常这样讲那一幕啊，因为我阿伯要叫伊去卖寮，我伫后边一直叫咧叫妈，一直叫妈，伊安尼他也很舍不得啊。老妈叫讲嘢啊，咱那个袂记。我妈妈真的是很伟大。身体勇健安就好啊。谢谢。谢谢妈妈哦，那个一辈子的温柔与坚强。嘛足感谢妈妈啦，因为从较早细汉到这当阵，不管是几岁，对阮这兄弟姊妹拢是足爱护的，啊足关心的啊。你嫁查某囝，迄种感觉嘛是足艰苦的啊。啊，咱一条人连条碗断，再去托别人啊袂艰苦，嘛是足艰苦的啊。啊嘛会唔甘啊？甲阮爸爸讲感谢的话啦。爸爸甲我提来，啊！你讲天天有听哦，我整个吧。我咧感谢我互你疼痛安尼，啊！你较无迄个命，带着走到后身边。
我较好命，倒咧抓到学生弟，安尼，足友好的3不5时啊，就买啥我食，买啥我食呢。